请进。哎，你们好。你好。哎，你们是刘晓东和汪琦的家属吗？哦，那个我是刘晓东的妈妈。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您儿子刘晓东跟一些人聚众吸毒，已经被拘留了。吸毒？我们已经做了检查，刘晓东、汪琦、杨毅，他们都是吸毒成瘾者。小童、杨毅、汪琦、刘晓东。现在刘晓东已经犯了毒瘾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必须送到戒毒所，强制戒毒4个月。管教好。这3张床都是没人睡的。新来的吧？告诉他们别坏了这儿的规矩。哎，老大，我就跟他们说。哪那么多废话？滚！你说，你这不吃也不喝的，你较什么劲呢你啊？大夫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，不吃也不喝，不想活啦？你这样死的也太草率了吧？好了，没事儿，我给他输液吧。哎，谢谢啊。要得住吗？啊，输了吧？输了。贴吧，老大。我说没地儿了啊！你瞧你脸上贴了跟狒狒似的。摁上。来。想什么呀？还想外边的事儿？别想不开了，知道吗？知道我总共来这里多少次了吗？5次，总共在这里边待了3年多了，这里边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我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？什么都不干，什么都干。就是个流浪汉吧。海哥是吧？啊，哎，海哥，我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，叫《流浪的心》。你又没流浪过，你知道什么是流浪汉？流浪不就是瞎晃悠呗？对。哎，海哥，你跟我说说。其实没什么，很简单。我呢，原来在铁路局工作，后来染上这玩意儿了，爱人就跟我离婚了，家里头没人跟我来往，我也只好四处去流浪。田芳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别，你千万别动！别起来！哎呀，医生说了，你起码还得躺3天。我躺不住。等你好了以后，我陪你看小东去，行不行？啊？这人可真拧，都拧死了。
你说，你为什么自甘堕落？不要脸的东西！说！是，你为什么要生下我？啊？我没有要求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是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你没有资格教训我，你不配做我的母亲。你满意了吧？你打呀！打呀！啊！你有本事你就把我打死在这儿！啊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畜生？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啊！你让我做的，我偏不做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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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诉你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报复你。你打呀！打呀！打呀！打我呀！啊！你就知道打人，你就会打我啊！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做一个母亲？什么是责任？小的时候，别人一家人出去游玩，我却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边。想要见你一面，就是那么难。我花了3年时间写了27万字的小说，你一把火就把我烧了。就连最心疼我的姥姥，你都不让我见证到最后一面，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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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诉你。你让我要干的事情，我全部不干；你不让我干的事情，我偏要干。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打我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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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我今天都在把该说的说出来了！天风，别瞎想了，睡一会儿吧。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点回来。啊？有什么话呀，你就说出来。
有什么苦水都倒出来。你老这么憋着，我都吓死了。邻居大妈呀，给了锅粥，还热乎着呢，还有点小菜。啊，咱们今晚啊，就凑合吃点了啊。喝点粥吧。田芳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真的病倒了，小东怎么办？他更没人管。为了小东，你也要挺住。那么都走吧。那你一会儿把这碗粥喝了啊。进来。